大家好，我們今天來試一下這個 AI 智能藍牙耳機。不當翻譯耳機的時候，你可以當正常的藍牙耳機使用。雙功能視彩屏，打開給大家看一下。我們現在來介紹一款智能 AI 藍牙耳機，商務藍牙耳機，大彩色屏幕顯示。看一下這個是 AI 高端的商務款，它裡面有說明書。這個是西的軟件的說明書，是中英文。這裡中文英文裡面有個二維碼，一定要注意，這個 AI 的這一個裡面有個二維碼，一定要留着這說明書。那個二維碼是激活碼。另外，這個是耳機藍牙耳機的使用說明是彩色，說明書也是全部中英文彩色版，整個很齊全，很詳細。AI 翻譯的話，支持100多個國家語言，全部都是，大部分的國家都有支持。下面我們來看一下，看這個彩色屏幕。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彩色屏幕，它功能很齊全，很多功能可以設置選擇，不同的語言可以設置。另外耳機也是很高級，看一下這個商務藍牙，戴起來很漂亮。商務藍牙現在可以連一下手機試下，這彩色的。打開手機藍牙，打開手機這個下載蘋果的，就在這個下載上面搜索這個，點擊篩酷下來，你就下載這一個圖標了。這個篩酷我現在已經下載好，我們就首先在這裡面要登錄。登錄的話，你上面這個手機號碼、註冊郵箱都可以。如果是在國外的時候，也可以選擇英文版本，它這後面後台有英文。如果是中文的時候，你就選擇這兩個也可以。另外也可以選擇手機號碼登錄都可以，就是自己可以選擇。它這裡可以選擇都可以。這個谷歌跟蘋果賬號。現在我連接一下，連接好下一步。你登錄賬號的時候，這邊先登錄。登錄完之後，再翻譯的話，就一人帶一個耳機，你就可以點這裡就同聲翻譯。就是比如說你這是什麼語言，你看它這裡100多個國家的語言，全部都有100多種語言可以選擇，很多很多，幾乎全世界的語言都有了，100多個。還有這邊的翻譯成什麼語言都可以，翻譯成這兩個是可以兌換的，就是你可以選擇。這邊也是一樣，相對應的都是有100多個國家的，很多很多一樣的。這個就是一個人用一個語言，這邊中文、語文或者英文或者其他語言都可以。那你就這裡點一下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翻譯了。比如說我現在說你看我粵中文，他就自己在耳機上面說出了英文。我的耳機現在是聽到的是英文。請暫時講到這裡，訂閱關注我，了解更多資料與技術服務。